这是公视第一台，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您收看今仔日6月17日暗新闻，我是麦尚莹。头起先，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新北市10指的幼儿园嘛传出有囡仔食爱困药啊，今仔日做检测要等2到3天才会知影结果。台铁开始规划要起价，未来自强号起11%，区间车是27%。王公代表示会交予董事会来讨论。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已经满150档，邀请台湾的转红车剧团去表演旅游车，让在地人欣赏台湾的文化。好，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，这是新北市的幼儿园饲药仔的风波一直在炭烧，即马就连10指的幼儿园嘛传出有一个囡仔去验到爱困药仔。新北市的教育局参土城病院今仔日是派人去学校来做检测，也那卫生局是表示讲，今仔日有81个囡仔来做检验，上紧要等2到3天才会知影结果。也那全高总伊先烦恼讲，这个教保人员会有歹名声，所以呼吁要赶紧找出真相。上班时啊，赶紧行！工作人员对地下车道来到园内，新北某私立幼儿园疑似饲药案件一直拖。10指幼儿园一个囡仔验出苯尔氮平类比例低，引发部分家长烦恼。17早起，新北市教育局派人甲土城病院的人员来到幼儿园来检验。为咗家长照常送囡仔来上课，有人认为讲采检较安心，不过也有家长讲无采检的必要。部分的家长是在伫园区内底等待被动采检。老师有说那个我也不用采啊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没什么，为什么要搞到那么大？我真的觉得没意义啦。就等大家采检的结果。有问过他睡觉前有没有喝什么，他说没有。目测应该7、8个有了，哎呀。没事啊，这小朋友在家陪小朋友，小朋友才几岁而已。81位家长是有意愿，那其中呢验尿是有64，那验血的有5位，那另外呢就是2个都想验的是有12位，检验的结果大概在2到3天会陆续出来。土城病院到幼儿园采检医疗团队有儿科医师、医检师、社工师、行政人员，另外新北市也启动12大做法。提供专职病院、绿色通道、加免费相关的医疗服务等。另外，对于托付饲药制度，教育局讲，开厂时也特别提醒落实详细情形，遵照标准的流程来做。我想，就像同意书到底有没有附到？那每一次托药的记录都有一个记载表，那都要详实的记录。新北市私立幼儿园疑似饲药案件继续发酵，对此全教总讲，这事件已经予教保人员打上一层无必要污名，破坏亲属的关系，呼吁赶紧调查真相，停止社会互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幼儿园饲药的案件，有家长讲哦，因家己的囡仔为着要来检验头毛，结果头壳顶去互人撸一大片，互人看到是足唔甘。要那新北市府是讲，即马开始，全国6岁以下的囡仔，拢会使去新北市的8间专职病院来公费采检。针对于这项措施，卫福部是表示尊重。查甫囡仔后脑敢若秃头秃一地，查某囡仔也甲部分的头毛剃掉。新北市幼儿园疑似饲药案件一直拖到10指，有受害者家属创立的面册，有家长分享相片，讲囡仔为着这个检验问法，头壳顶拢秃头秃一大片。相片公布了后，几岁家长讲看到到底是真唔甘。家长就跟我说，我的孩子2、3岁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进到地检里面，因为这个事情，孩子都要进到地检。然后还要被剃头发，最终还是要说，肯定新北检在这个事件上面积极的想要去厘清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新北地检署是回应，无确定相片到底对倒位出来，只是谨慎处理本案。有关检体部分是为了鉴定正确性甲必要性的采集，其他无方便评论。
对卫福部原本宣布扩大提供全台幼儿园的幼童免费检验巴比妥，后来改讲敢若限新北市。副市长刘虎莲再去发出中央歪罪、新北内罪，宣布即日起全国6岁以下囡仔都用提健保卡到新北市北京专职病医公会来采检。中央不做，新北做。这一段时间，如果新北市以外的这个国人，我们的爸爸妈妈们，你觉得有些担心，你想要到新北市来做采检采样，我们一样公费采检。对此，民进党议员是提出质疑，讲经费有算要对倒位来，批评新北市府无经过停输就乱使用市政的经费。新北市的纳税钱，新北市的公帑，为什么要变成侯友宜选总统的竞选经费？你真的要做可以提相关的预算，追加预算，动支2倍金，送议会备查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是伫面试发文讲，尊重新北市府的做法，并且指出案件还伫侦查中，即阵无推动普遍检查的基础，就医也是检验，也是以当地资源较实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另外，咱要来看到这高雄有一间托婴中心最近传出疑似虐待的事件，有老师是去夹这个囡仔的手，佮电到讲是囡仔家己无细腻才去伤到的。另外，嘛有人是尻川去撩猪仔狗。这高雄市府是回应讲，已经要求这间托婴中心提出解说甲改善的计划，也会加强辅导。老师的骹腿戴着幼童，目睭一直盯着手机啊，互家长接其照顾方式不当。这间位于高雄南马溪区的公托，陆续有5位家长向民来投诉老师照顾有疏失。有的囡仔互老师用骹腿戴着，有的囡仔互老师用刀啊将手夹着伤，也有囡仔尻川皮到手臂的部分严重起疹啊，老师也会向家长讲白菜。跟我说了有6次的换尿布记录，我隔天来调监视器，我跟主任2个人在监视器上面调了1个多小时。我只看到了3次，被腿压住不能动，然后有人是没有换尿布，所以导致臀部溃烂，有人会在家里不停的出现咆哮的这些举止，然后并且说老师打。这间去年才开幕的公共托婴中心，强调亲属比其他公托较好，却连续防投诉技术出现不当照顾行为，并且要求市府彻查。市府回应稽查发现，还是无妥当照顾幼童的代志，会对中心开立限期改善处分。也伫3月底稽查的时，捌发现托育人员用不当的方式，互幼儿困到的是案情。除立即要求改善之外，并要求校方要负起责任。追究人员的责任，严惩不贷。市府表示会全面调查，若有违反绩效法，会当罚相关60万，也会对托婴中心业主、其他承办的6间公托抽检，有违法代志同款开罚。经济严重者无排除要求停办，也会加强辅导托婴中心落实照顾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同款是伫高雄南马溪有一间专门做国小营养午餐的公司，因的灶骹去互人发现讲有鸟鼠伫遐安尼弄来弄去，业者是承认讲，其实这就是因的灶骹无毋对。毋过呢，其实因为着要来整修，所以已经停工半冬啊。高雄市府初步确定，这个业者并无送餐去学校，但是现场煞有看到这个过期的食材，所以甲罚6万块。灶骹内底会当看到乌色的鸟鼠，边仔佫放着学校的餐桶，引起民众疑虑。指控即间伫咧高雄南马溪的中央灶骹，专门供予学校营养午餐，煞环境压榨，恐惊有食安的记录。市府稽查着学校甲中央灶骹，学校这边无异状，毋过灶骹发现过期的食材，鸟鼠还佫有鸟鼠行过痕迹，甚至排水沟无隔开，冷藏温度无够，等等的重大缺失，会依食安法规罚6万块嘛，要求暂停作业。太渣了哈，或是说环境不周的地方，那这部分我们当回来以后整理资料之后，我们会完整的去评估。那最严重的话，当然是要撤照。昨天晚上稽查之后，今天早上又再去看一次，继续稽查。所以目前查出来的状况，这个工厂并没有供餐给学校。市府表示，业者有承担公司餐嘛，伫咧灶骹制作便当了后，伫咧门口卖，无供餐到学校。学校这餐桶只是暂存，还佫有清洗，无学校食安的问题。毋过业者嘛出面发冤枉，讲因为着要改善环境，已经停工半冬来整修，无对外来营业。目前就是在进行整修中，你们现在可以看到里面外面我们都有去贴一个公告，目前就是没有在供餐的情况，所以不会有所谓的什么食安问题产生。那还有爆料者说什么这里供应学校营养午餐也没有。业者强调，因有搭公告提醒嘛，无排除是互人恶意来栽赃。啊，毋过市府稽查确实发现有缺失。
过期的食材先开发，环境整洁部分会看时间过来复查。想要复业嘛，要检查通过才会当。记者王刘田、陈hen坤强报道。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东部成立后援会，讲要来推动东部地区内外部的交通建设。伊嘛讲，其实这个东部呢嘛是尖线，所以呼吁大家着爱来守护民主甲自由。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哲，伊是伫北部咧走行程，伊批评讲，这个新北市互全国6岁以下的囡仔来做检验，恐惊会引起大家惊吓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7号花党成立新来台湾之友会，会场拢是支持的民众，来增加立场的赖清德来握手。赖清德的总统参选之路正是伫东部，国民党比民进党较侪政党困难的选区来铺路。赖清德向东部的民众提出具体政策，会继续加强建设对外陆空交通、对内便捷运输系统加通讯的网络，才有法度引进产业来兴旺花东。捷运化的公共运输系统。车班密、准时，但是要转折。数位化时代的来临，我们台东的通信建设一定要摆在优先的地位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伫北部走行程，支持共党的少年立委参选人林进出来为大家来服务。也过郭文哲对也伫个继续争议中的新北幼儿园饲药的事件，爱新北市政府赶紧找出真相。更加直接讲反对新北市宣布全国6岁幼儿采检的政策伤过含糊，会制造更加多惊吓。幼稚园学生呢，要做什么普筛，这个我一定反对的，这个没有必要了，这个反而造成更多的恐慌，那这个 ridiculous 了，那这个，那我讲，人家说你要选总统，不要随便骂人，可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有的事情都是太离谱吧。甲民进党以及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做些活动来比较，含入幼儿园饲药案件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7无参加新北市政府的说明记者会，也无安排公开行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已经28档拢无起价的代替，即马传出当咧研究方案，因规划要用较合理的比率来计算。若准讲即个方案会当通过，未来自强号是起11%，区间车是27%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，会等明年代替公司化了后，交由董事会来讨论。准备好了吗？行政院力推的 T-Pass 通勤月票会伫7月上路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前往基隆视察 T-Pass 代替准备，佮加指出，使用 T-Pass 伫基隆通勤到上北，每个月会当省不少钱。台铁大概2000块左右，然后在国道客运3000块以上，省的非常的多啊哈，省的大概是5成到7成哈。除了 T-Pass 之外，28年当起的代替票价感谢起也真受关注。有风车代替伫5月，以合理报销率1%提报，换算落来，自强号会起到每一个人每公里2块5角3，起11%；机公号是2块02，起15%。另外区间车是1块8角6，起27%。那方案通过，未来基隆到台北票价会是53块，台北到高雄是940块。那台北到台东也是873块。把这个整个调整方案就先由他的董事会通过，再来讨论。尤其他们未来在不管是资产开发、营运，然后这个整个票价有他们的看法啊。我想说这个还是尊重在明年的董事会的部分。所以7月份不可能有答案，对不对？今年应该都不会，到明年公司化以后。公司化呢，就是有点企业化的经营。所以，因应这个公司化，就必须要认真的去看一下我们台铁票价的各个车种合理性。如果是不合理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。学者认为，代替公司化，都要为企业的经营角度讨论，有无合理的票价，都要调整。那目前行政院有3年200亿的公共运输电机票补贴。等3年了后，敢是要有预算资源，还是调回正常的票价了后，民众敢会当接受？这拢是政府爱优先考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要来关心的是，由南非总统所带领的这个非洲的代表团，昨已经去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，因这座的任务就是要来做公亲，希望乌克兰甲罗西亚会当停战。不过，这个乌克兰是强调讲，罗西亚若准无撤离，安尼就无啥好讲的。同一天，这个罗西亚嘛正是讲，因第一批核能武器已经送到白罗斯，佮放掉讲这是因的优势。
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日基辅甲7个非洲国家所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召开记者会。泽伦斯基搁再讲，乌克兰甲俄国坐上谈判桌的首要条件就是俄国全面来撤军，若无一切免讲。Пунктами формули миру, звичайно, я запросив держави Африки взяти участь у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саміті миру, який ми готуємо. Сьогодні я чітко сказав неодноразово на нашій зустрічі допустити будь-які переговори з Росією зараз. 这摆来访的非洲代表团包含非洲7个国家，主要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来领队，希望进行和平任务，启动乌克兰甲俄国2国的会谈。不过，就伫双方谈话也未进行进前，基辅就传出爆炸声，在当地空中看到2粒导弹的烟雾。伫非洲代表团是赶紧入去一间旅馆的防空壕去避。这批非洲代表团17会到莫斯科甲普廷来举行会谈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甲俄国总统关系友好，2国长期有军事往来。伫出行进前，拉马福萨也特别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。另外，普廷昨日是伫俄国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证实，计划伫白俄罗斯部署的战术核武头一批已经运到当地，也强调俄国拥有的核武数量远远比北约国家较多。Они знают об этом и все время нас склоняют к тому, чтобы мы нача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сокращению. Хреном, понимаете, как у нас в народе говорят. Значит,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, выражаясь суконным языком эт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,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. 普廷伫论坛中也强调，俄国有能力摧毁基辅的中央地区，也毋过无安尼做。也讲乌克兰国内家己用生产的军备真紧的用尽，更加经过北约，莫甲家己卷入这场的战争。普廷一直强调，一旦俄国领土受到威胁，就会动用核武。也毋过，这边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日是讲，即阵并无迹象显示俄国有动用核武的准备。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。疫情解封，毋免挂喙暗煞，颠倒互3年无大流行的肠仔病毒开始行起来。全台湾顶礼拜都有万外的人次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。学生拍开水道头，照正确的洗手5步数，认真甲手洗好清气。自3月喙暗政策放零了后，肠仔病毒疫情嘛开始压起来，特别是5岁以下的囡仔。若为着肠仔病毒较有可能会转重症，所以幼儿园嘛特别注重环境的消毒。上课的时阵，老师会教因讲安怎正确来洗手，就是湿搓冲捧擦这5个步骤。照你讲囡仔若有2个以上，阮就会做停课，互老师甲这个教室的环境好好甲伊清理好环境，好清气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，顶礼拜国内肠仔病毒的门诊、急诊去互医生看的人数有13117人次，其中中华县有647人次。中华部分虽然甲2礼拜前786人次比有降17.7%，但照过去的例来看，肠仔病毒的疫情拢是起起落落，民众也是爱做好个人的卫生。囡仔会得的肠病毒来源就2项嘛，伊去幼儿园去学校感染嘛。第2项淡出的就是家长带回来的，建议咧家长你回去厝的时阵，3先换掉洗身躯洗了，再来抱囡仔。疾管局局长嘛提醒，肠仔病毒病情恶化速度真紧，若是囡仔先生定不时就爱困、有咧吐，甚至身躯会喘、意识无清楚、骹手无力，就爱赶紧去互医师看，千万唔通拖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咱来看到新德县五峰乡是原住民泰雅族甲赛夏族的部落，艺术家黄一峰是用创新的方式，把武夷的文化展现出来。本身就是泰雅族的艺术家黄一峰，利用创新的艺术表现出特有的武夷文化。过去部落内底有人因为违反祖训，触怒到神灵，结果判病。这时阵就要去找武夷来甲祖灵参详，对话祈福。然而，这项装置艺术最常播都是武夷文化中的信物，代表避邪的意思。那个时候的武夷的家的门口，到了晚上后排队都是人，抱着小孩，有的发烧，有的是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痛，但是他就要透过
它的一个仪式，跟它的能量去把这个人再带动起来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。然后甚至于很多巫医他们是不需要收费的。现场佫将巫医以及祖灵之间的动画融入泰雅祝祷文内底，彰显巫医遵循鼓励的意思。这个巫医展在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是非常具有神秘，而且是我们长期会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时间的流逝跟时间的洪流在慢慢的被淘汰了，对。但我觉得灵性这个东西，其实它有必要存在的价值，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有疗愈人的特质，就像母亲对你的祝福，然后家人的祝福，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给予你的祝福。新德观5方向是原住民泰雅甲赛夏族裔透过举办文化展览，希望会当互更加侪少年族人认别故乡，提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今年满150周年，因邀请咱台湾的左风车剧团去表演。这摆的左风车是来表演李罗车闹龙宫，让在地人来欣赏台湾的文化。左风车剧团演员气势非凡入场，表演就要开始。经过台湾正摆的乡镇表演的左风车剧团，这阵是搁一摆到海外演出。左风车剧团以罗车闹龙宫的故事，伫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NKVN 博物馆演出。表演精彩现场，侪匈牙利甲乌克兰囡仔目睭是拢紧紧看。罗车闹龙宫这出戏吼，因为是甲咱台湾的布袋戏，啊，搁含在咱这个现代剧场吼，搁用咱这传统的一些八卦的音乐，啊，搁搭配迄个西方的古典音乐，啊，所以就是足传统，搁足现代的。除了希望和国外的人认捌台湾文化以外，因为匈牙利有侪乌克兰难民，左风车也望透过专门的顾囡仔的罗车，和来自乌克兰的囡仔一寡宝贝。这摆左风车剧团的演出，是因为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周年，左风车剧团甲台湾的文化总会，伫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处的配合之下，所来几天伫在地拢有精彩的演出。有规划6场的迄个公开的活动啦，吼啊，今仔日是第1场，后礼拜就是重头戏。吼，会伫个即个埃菲尔剧场，吼有2场正式的即个表演，吼啊，咱纸风车剧团吼用即个哪吒闹龙宫的即个剧码，吼会有2场吼这个售票的演出。文化总会表示，为6月16开始，左风车剧团伫匈牙利会有6场的交流活动甲表演，透过16伫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活动起鼓，展开数来几天的精彩演出。记者郭文郑准由布达佩斯报道。每入一个国家，其实就是爱透过文化来做交流。除了咱拄则所看到的这个左风车的演出以外，昨昏伫布达佩斯，阁有举办台湾日的活动，现场有布袋戏、教轮饼，甚至是包肉粽，要互当地人来体验台湾的文化。伫咧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，也互匈牙利民众做阵来看咱布袋戏翁仔是安怎人的，做伙以实际体验的方式了解咱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。布袋戏艺术伫台顶甲外国囡仔布袋戏安怎人，伫咧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，是展出侪台湾美的元素。台湾的布袋戏上特殊，第一定的超偶动作，而且有独特的美学。包括服装、雕刻、音乐，哦，包括你听到北管、北管、南管，拢有参与歌戏、客家戏。他们看到或听到，即使听无台语、听无客家话、听无国语，他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除了布袋戏现场，也互民众体验画面，还有囡仔咧体验拍干乐。更加特别的，还有来自台湾的轮饼、肉粽，互在地民众体验这的台湾美。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处表示，这拢是一种文化外交。咱即届嘛是甲市政府合作做好的吼，因的副市长主办这个嘉年华啊，文化外交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吼，特别是透过像
亲像刚刚纸风车这款，啊，个台湾的最好食的一寡美食嘛是同款。那这届个拄啊好是杭嘉利因的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年。老社长表示，台湾伫外国的外交状况确实无简单做，所以台湾需要想空想芳，以一方法来甲台湾的知名度推撒出去，互全世界来熟悉。透过文化的外交，就是一种真好的方式。记者郭文正水由报台卫视报道。明仔载天气如何？天气报你知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北部地区26到34度，中部地区是26到33度，南部地区是25到33度，东部地区25到33度。平阳金门连港是27到32度。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再会。国标舞展现美丽形影，对学跳舞的人来讲是真简单。